你睇下呢款花灑頭靚唔靚？而家日本好興㗎，之前有朋友去日本買咗，而家網上有代購，着限量版紫色啊，勁靚啊！吓，花灑頭唔應該揀實用嘅咩？我覺得功能緊要啲喎。哦，咁不如去潔具鋪睇下啦。好啊。咦，呢兩款花灑頭都唔錯喎，價錢又差唔多，唔知邊款慳水啲呢？咁 eWater 嘅 app 就可以幫到手啦。eWater 最新推出自識揀 Smart Choice 功能，只要打開應用程式，用影相功能拍低產品標籤或者目錄，就可以掃描識別產品嘅關鍵資料，例如品牌同埋型號。當按下搜索，就會連結至水務署數據庫，讓用戶查閱產品喺自願參與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嘅評級。係喎，原來兩款花灑頭都係1級用水效益。等我翻去再 search 下有冇又靚又慳水嘅花灑頭先。係啊，如果你上網揾到啱心水嘅水龍頭同埋花灑型號，只需要將截圖上傳到自識揀功能。如果產品係登記咗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嘅話，就會睇到產品嘅用水效益資料㗎啦。咁可唔可以睇埋邊款再次慳水啲啊？搜索功能咧會率先應用喺水龍頭同埋花灑作為試點，之後就會擴展到其他類別，例如洗衣機同埋座廁等等。立即下載水務2，智慧生活，知識揀。